祈禱係呢個世界上其中一樣最巨大嘅超自然力量之一，連美國林肯總統都話過：當我遇到勢不可擋嘅難題嘅時候，我第一時間咧就係會跪低同上帝祈禱，因為我知道我嘅力量同埋智慧都係有限嘅。無論你係咪基督徒都好，原來科學實證咗祈禱對人類有好多好處，你係不可不知㗎。原來祈禱第一個好處咧，同運動好似嘅，就係佢可以增加我哋大腦皮質嘅厚度，幫助我哋釋放啦多巴胺、褪黑激素同埋血清素。多巴胺大家都知啦，就係幫助你快樂嘅感覺；而褪黑激素咧，就係可以令到你抗衰老；血清素咧，就係可以幫助你情緒穩定。第二個好處就係，原來幫人哋祈禱咧，我哋嘅身體係會產生催產素。催產素咧係可以幫我哋抵消壓力，同時咧令我哋感受到幸福嘅荷爾蒙。而第三，有個研究顯示，祈禱咧係可以幫助有上癮行為問題嘅人咧，有效地降低對上癮嘅慾望。所以凡事要先祈禱，上帝自然咧會啟導我哋，帶領我哋咧去做一個最好嘅決定。人哋話咧，祈禱咧就好似鋪路軌咁樣。而人生咧就好似一架火車嘅，每當你祈禱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幫上帝開緊路，幫佢鋪緊路軌。你嘅祈禱有幾咁真摯，我相信神蹟亦都可以開得有幾遠。我以前仲係半桶水基督徒嘅時候咧，成日會覺得其實祈禱可能只係人類對美好幻想嘅一個安慰劑。但係而家開咗竅之後咧，我就知道啦，原來祈禱咧係我哋同上帝爸爸嘅一個對話。咩都可以同佢講，而講完之後咧，其實上帝咧都會用佢嘅方式嚟回答我哋嘅。但係當然啦，我哋千祈唔可以當上帝係我哋嘅奴隸，唔係有求必應㗎。就算佢要回應我哋咧，其實佢都會根據佢嘅時間表。所以當你祈完禱覺得未被允許之前咧，記住俾多啲耐性啊！